Heavenly Father， 石头后来做枕头，美梦去拄着主的天使，伊甲主的天使相应，伊伫遐讲，即个竟然是上帝的家，甲伊称做伯特利。伊既然知愿主帮助咱，咱每一个人，你拢会当去拄着伯特利，以上帝的家来求问主。今日咱做伙而且敬拜。 咱嘛是来求福主，咱个做伙上到用第一站，来吟吼。 心来祈祷，天父，我用这首圣诗来陪伴阮的心，阮正人来扶我你，无论透风落雨，祝你的圣日，咱的姊妹永远来到祝你圣殿，祝你所设立的教会，阮遮三甲来敬拜阿主，来守主的圣日，来教主你伫圣神的内面，感动的内面，上帝你帮助阮，透过你的话语。 透过诗歌、歌词的内容来帮助阮，阮的信仰咱加添，甲主你仰望你，阮常常来求问你，愿主你也是你的恩惠来疼惜所有不幸教会的兄弟姊妹，我们感谢而乐，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兄做平安，咱礼拜的时间已经到，搁一摆提醒咱若有炸手机的将咱的手机关静音，咱来唱背情诗。我
你所竞选，互伊亲群里伫你的院内的这号人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作为来吟圣诗，圣诗第115首，是伫价顶耶稣受定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依愿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不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字5，启应文字5。启应文字5，诗篇103篇。篇条我来启，请兄弟来引。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叫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施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
当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嘞，伊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这声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啊！伫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这声，我的心神啊，恁称赞上主。咱做伙额头来祈祷。阮伫天的爸，阮学罗你，你创造天，创造地，创造世间万物，你是创造的主。你将你天地万有。天顶飞会飞鸟，地上走会走兽通破，海中受的鱼物，拢伫你的掌管的下面。日出日落，四季轮替，若毋是你用你的大权能托住这个，阮歹讨有美好的世界通徛起。主愿学罗你，我嘛感谢天父，你伫世界的大声就应选阮，搁找牵圣囝耶稣为阮赎罪，互阮无得到沉沦灭亡。感谢圣囝耶稣基督为阮定死十架，流出宝血，洗阮罪罪。感谢圣神保惠师受爸囝差遣，降落世间，感化陪伴阮一世人。三位一体的上帝，阮感谢你无煞。今仔日是爸爸节，阮知老爸伫一个家庭中是非常重要的，伊是家庭当中的条石，经济的来源，囝儿女的倚靠，嘛是信仰的模样。恳求主，互阮这个做老爸的，会当坚固阮的信仰。照顾阮的家庭，嘛，阮这做事势会晓敬听因的老爸，学习做老爸的脚趾，一生跟对主来行，无变错。感谢主，阿罗主，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献诗圣歌对伊要吟的诗是主的祝福。
咱今日的圣经有2位，第一位记载伫《使徒行传》8章26到38节，新约277页。《使徒行传》8章26节，主的天使甲腓力讲：起来，往南边去，行对耶路撒冷落去加萨迄条路。迄条路已经荒废，腓力起来就去。伊伫路中拄着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这个人是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的财务大臣。伊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拄要倒去，坐伫车顶伫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圣神甲腓力讲：你进前挖去对迄台车，腓力走挖去。听到伊伫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就问：你伫读的有了解无？伊应讲：无人甲我解释，我哪会了解？太监就请腓力上车，甲伊做伙坐。伊咧读迄段经文是安尼：伊亲像羊，互人牵去抬。亲像羊仔伫剪门的人面前无出声，拢无开喙。伊忍受凌辱的时，无人替伊主持公道。什么人会当讲明伊的逝去？因为伊的性命对地上消灭。太监问腓力：请问先知即个话是指什么人讲的？是指伊家己，也是指别人。腓力就对迄段经文开始对伊传耶稣的福音。因对迄条路落去到有水的所在，太监讲：遮有水，我减袂用伫遮领受洗礼。太监叫车停咧，腓力甲太监2个做伙落去水里。腓力就甲伊洗礼。第2位记载伫罗马书10章10节。罗马书10章10节，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下面讲到，牧师今日要讲的题目是导入人心。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主，我感谢你。人算什么？你竟然笑脸伊；世间人算什么？你竟然宽阔伊。你叫世间人比天使搁较小一半，而且你赏赐荣耀尊贵，诚做免流。愿主你帮助阮，因为人类管理你手所做，才会。地上的动物、天顶、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祝愿搁再一次来反省，阮将有好好来管理、治理，互阮赏赐互阮即块土地。经过一礼拜的丰富，阮知一个所在的水袂腐蚀，就成地势较低所在做水饮水。才会受苦的人，让上帝你看过，嘛，互阮对圣经来明白，主你无搁用大水来浇灭土地，帮助阮会当看到你互阮的应允，互早一日会当来停止，有上帝帮助是你的大观念。阮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今日咱要来庆祝父亲节。求上帝使用帮助每一位做父亲的人。你们原本是一家之主，但是有人上边讲，基督是我家之主。主帮助咱。有一句圣经的话，甲咱讲，唔通怕花圣喜，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咱个经在圣神的感动，甲提醒以及命令腓力。这段的经节会当讲是个人报道一个个案，
嘛是一个成功的个案。这个菲力，伊对远远来咱今仔日台语的圣经甲咱讲一所一样，但是过去台语汉语本甲咱讲埃提俄别、埃提俄伯，这两个地方都是同样的。那埃塞俄比亚伫倒位呢？咱看对圣经来看耶路撒冷伫较北边的所在，埃及落来就是即个埃提俄别。就是即个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应该较南边的所在啦，所以有可能即个地点就大概是今仔日的苏丹迄个所在。当然，有几来无共款圣经学家因的看法，大概就是伫埃及的南边，埃及的南边。照圣经旧约的圣经讲迄是古实地，古时就是即摆的埃提俄伯。但是这地理位置就是整个非洲大陆的东北部。圣神因带帮赞，圣神就是遮尔奇妙。当你邀请人来教会，因带人来信主，有可能上帝早就有备办。圣神同工开路，带领互一位对非洲来管理财库、管理银库的官员。来信主，而且佫来领受洗礼，甚至嘛有记载，这位官员将福音，甲伊传到非洲的内陆，非洲的内地啦。这记载咱讲是一个真成功的个人报道，但是咱倒来想看卖啊，咱有人，咱这亲人也是咱的朋友，传过福音无？咱有人讲过福音无？圣神透过回力，互伊真勇敢，人来传耶稣，互即个道理进入即个太监的心。这段经节，咱来先看伊的时空的背景，来看回力的身份。即个回力伫和合本讲和合本是家翻做菲利啦，甲真正咱的台语汉语本家翻做菲利，咱即马现代台语版家翻做菲力。不管是菲利还是菲力，拢是同一个人菲利跟菲利只不过是迄个用的字无共款，这无共款的翻译，但是同一个人。菲力上早出现伫《使徒行传》第6章第5节，第6章第5节。出现菲力这个名，这个名是希腊语的名，有可能菲力是一个会晓讲希腊语的犹太人。伊是上早互选出7位的执事的其中的一位。用现在咱的眼光来看，伊就是初代教会第一批的执事。伊用执事的角色甲身份，因为圣神的引带。伊嘛做传福音的工作。使徒行传6章第1节讲，迄时信徒就是门徒，哪会增加？讲希利尼话犹太人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因伫每一日的饮食、食物顶面疏忽了因的寡妇。这是6章第1节。6章第5节就讲，为着要管理这个事，就选出7位的执事。7位的执事这7位的执事司提反甲腓力，因两个拢有事业的记载。后壁迄5个就无后续啦，就没有相关的记载。伫使徒行传的后续就无后面这5个人的记载。所以因是好名声，是圣神甲地位充满的7位执事来负责管理耶路撒冷教会。平常时的食食分配予教会人，有讲希腊语，有讲希伯来语的。所以咱想看卖初代教会语言可能不止一种。初代教会毋是单一语言的教会。咱看台湾基督长的教会，会当安尼写，你嘛当用罗马语安尼写，你嘛当用英文安尼写。所以咱咧讲 PCT 是对英语来缩写，PCT
比如像 Church in Taiwan，所以咱看到底菲律伊是用什么种话来传福音，即个对伊索比亚来的即个官员，即位太监，圣经无敢佫真清楚甲咱讲，咱知影讲，因有可能因是用无共款的语言伫咧做沟通，所以语言是无法度阻挡上帝的，没有办法阻碍神的道。嘛，咱佫做伙来看，初代教会绝对毋是单一语言的教会，因为直接就看到讲希腊语甲希伯来语。我无会经验过去的信徒会友，有诶是对国外过来台湾，较早咱拢家习惯叫外配，咱习惯家叫做外配，但是即摆咱习惯家叫新住民吼，新住民为什么？外配敢若是安那？外面的人。如果咱若讲外教派，迄就是指，毋是咱长老教会。但是咱想看卖啊，天道敢敢若是长老教会、信徒会友会当去了，其实是普世。咱知影讲福音是普世，我嘛知咱的教会也有无共款的教派，是因为宗教改革一直改革了后，伫教义的坚持，浸信会、浸信就是爱浸伫水中。才通洗礼吼，洗礼就要浸入水中。今日即个腓力，腓力甲即个伊索比亚的官员，伊嘛是拄着水的所在，然后伫水来洗礼。咱甲即个浸礼，甲伊用较简显的方法，做用滴水礼、滴水礼。因为即个神学的争论坚持争论我较甲伊讲，伊坚持啦，伊坚持安尼。所以伊就有浸信会，浸信会即个教派。我想来帮助咱，伫过去我所拄着遮个兄弟姊妹有新住民，新住民有对倒来，对菲律宾，对越南，对印尼，有对中国来，遮个过来台湾的遮个妇女，你看卖有几种语言，嘛有马来西亚来台湾读册的遮个大学生。所以是有足侪无共款的语言，伫我所牧会的教会，因遮个囡仔，我拢甲因鼓励，你哪会使？妈妈若甲你教伊的母语，你着加学过，加即种语言对你的眼界会当看搁较远。我拢希望因的后一代拢会当学，学一口好母语啊！我捌参加原住民文化的体验。我囝寄宿的家庭，伊嘛予我一个原住民的名，这就表示讲，伊予我即个名，表示我甲即个民族、甲即个族群有关系。我嘛希望会当学一寡原住民的话，亲像百里先生，伊就用原住民的话来，叫做伊创作的灵感，伊创作的灵感。所以语言是无法度阻碍上帝道。台湾是一个道文化的宝岛。捌做咱总会议长薛伯占牧师，伊讲每一个主日的礼拜，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用将近20种的语言咧做礼拜，就是讲伫即个礼拜上的同时对透早到下晡，甚至到下暗，咱今仔日主日有将近20种的语言咧做礼拜，包括什么语言？手语。有人讲这是爸爸，对吧？这是爱你的意思嘛，爱嘛。一个人而且甲大大甲小小，咱嘛有手语的教会，甚至咱有日语的教会、日本话的教会。所以咱多元的族群文化语言，这是宝贵的资产。台湾新人伊前教授正阳的牧师讲，这个母语哪亲像咱的皮肤、身份甲认同。上顶人的感情，会当培养更较多元、丰富的世界观。所以咱台湾咧推广这个世界的母语日，真侪语言它濒临灭绝的危机，因为无人要讲，或者后一代无人要去讲，就造成危机。我想这咱爱来面对。所以上顶人的感情、情感，这有上的帮助。这语言毋若是一种沟通的工具，那是一种的情感。圣神的命令腓力
传福音，惠勒就安尼顺服。所以惠勒伊是一位传福音的人。对使徒行传第8章，司提反这位祭司洪石头钉死了后，对即日开始要使令教会大受迫害。除了使徒爱留落来顾教会，其他的这门徒就是指信徒吼。这教会的信徒拢分散，去到犹太、各地以及撒玛利亚遐个所在。有虔诚的人将司提反埋葬了后，来推向大梯头。但是即马拄着一件代志，就是扫罗迫害教会。对遮咱看到遮个人拢分散到各所在安那去传道。惠勒就去到撒玛利亚，去宣讲基督。对26节一开始记载着惠勒就圣神交付圣神命令，圣神交代伊福音的使命。所以拄着即个吩咐，就是安那，你往南边行，你往南边来去。所以圣神伫惠勒的身上，这是命令，是能力，是命令。嘛因为惠勒有顺服，才有今仔日今仔日看到即段的记载。圣经甲咱讲，这吩咐是主的一位使者，是主的一位天使。伊出现伫传福音的惠勒的身上。这是使徒行传写使徒行传的路加一直要强调圣神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做个天使对惠勒讲起来，落南边去，惠勒就起来去到迄个所在，圣经甲咱讲迄个所在真荒废，很荒废，很荒凉。另外版本的记载讲，那边是旷野，迄个所在是旷野。所以圣神对惠勒命令讲，你起来去到迄个所在，而且你搁爱走进前来跟我对迄台车，就是贴近那台车。你进前去，我去对，我去对迄台车。你想看觅啊？人走较紧，还是车走较紧？车走较紧，所以有可能惠勒是用走的，用的。所以加沙这个所在圣经甲记载，迄个所在较荒废是旷野，但是迄个所在是交通的要道，就是埃及要到耶路撒冷，要到犹太地往来的一个要道，真侪做生意人，也是旅行的人，拢爱经过即个所在。即个所在真简单讲，就是即摆加沙族，就是即摆巴勒斯坦人住迄个所在。即摆伊甲以色列咧冲突的所在。完了，经过即个加沙，就当出入埃及，也是出入犹太地。所以即个所在，是真重要的一个所在。但是迄个所在佫真荒废，真荒凉，真偏僻，佫非常的打扫的所在。迄个所在迄条路是旷野，那会圣神命令惠勒去到遮尔偏僻的所在，咱毋是伫咧城内，咱毋是伫耶路撒冷城，也是讲一个大城市。所以惠勒是真有勇敢来克服地理环境，咱去想看嘛，旷野对咱来讲是啥物所在？就是你真生疏的所在，对你来讲是真无方便的所在，资源欠缺、真无好生存的所在。旷野的境内嘛有真侪危机甲挑战。所以咱想看卖啊，过去的宣教师来到台湾对因来讲就是旷野，无食无屎，无亲无情，花亲花故的。过去咱教会界若有出即个福音队，暗时拢困啥福音床，但是咱即摆伊两个甲合起来，拢困安尼若定。这我少年的时嘛，捌安尼拄着。将来传福音就毋是一个舒适的路，将来就毋是舒适的路。阮嘛捌带青年去底选，但是即摆青年伊会讲，至少要住民宿啊。这困福音床的，伊个拢无法度啊。毋过即批的少年人渐渐大汉啊，拢进入中年啊，拢40岁、50岁啊，因个困这明仔载就免做工课啊，是毋是？所以这福音床也是爱互少年人去使用。
但是咱即摆教会设备会哪会哪好？有的教会有客房，也有通铺，咱就打通铺吼。但是过去真正足侪人拢捌去过即个福音船吼。太监是一个翕木机的人，伊是财务部的高级官员。咱想看卖啊，伊对对来，伊对伊索比亚、对苏丹来，所以有可能伊是皮肤较深色吼、较暗色的人种，有可能就是黑人。那圣经学者推断这个所在，圣经有甲咱讲在，有甲咱提，甲咱讲，只是伊的国家的女王甘代基的财务的大臣财务大臣，是一位真地位真悬的官员。那你想看卖啊？菲利是一个犹太血统的人，会晓讲希腊话，爱用一个非洲的黑人，伊迄伫因的国家做甲财政部的这个官员都去高官员甲伊传好因。所以即位太监的心来看，掌管银库的官员，这是一个手中手中握有大权的人，伊的手中有伊的权柄。手中摕一本啥物圣经，迄阵新约搁还袂完成，所以有可能伊摕是一本旧约的经典，一本旧约的圣经。上古早的旧约经典就是74亿本，70书译本，就是伊是通用希腊语上早的日本的圣经，就是伫主前200年左右有70个经学师将旧约的经典甲伊翻译做希腊文，所以有可能这位太监、这位官员手中摕到是70书日本的抄本，因为迄阵时还无印刷机。啥物拢爱用抄本。今仔日迄个 Good TV Good TV 有一个节目叫做《穿越古今》就是穿越古今，就是对古早甲现今安尼当迄甲穿越过去。伊咧写着近代教会，即马今仔日透早的节目是做甲伊去拔摩岛，去看约翰。使徒约翰伊大过的所在，拔摩岛。伊伫遐有讲拔摩岛迄个所在有纪念约翰的教会，圣堂，以及伊遐有足侪有关启示录的抄本，启示录的抄本。讲有可能约翰伫主后差不多90多年过身去，伊遐有上早启示录的手抄本手抄的迄个有写伫皮羊皮顶面也是即个蒲草所以咱看以前即种的物件拢是非常的珍贵。无像即马咱咧印刷印无好就甲单掉这较早是足珍贵、足珍贵。所以即位太监可能伊的身份地位，伊摕到70书日本的抄本用抄的。伊就认真追求，读着以赛亚书53章，读着以赛亚书53章，伊毋知影到底这是指啥物人，是指本身家己呢，还是另外阁有其他的人？这是一个多好是一个真好因、真好传福音的机会。伊透过腓力甲伊解说，透过腓力甲伊指导，开拓上帝的话。知影讲，原来耶稣基督是要拍开迄个旧约的锁匙。对耶稣基督是先知所预言的迄个救世主，迄个救主。伊讲着讲，即个人伊领受能力的时，无人替伊主持公道。耶稣受难的时，甲伊上千军伊的学生死煞，无人替伊主持公道。这公义被夺去的时阵，嘛是指着以赛亚为着安尼来牺牲，所以这拄好是上好介绍耶稣的一个起点。腓力把握这个时机，这段真困难了解的经文，对腓力来讲真容易，真容易。伊就互这个太监，互伊来明白，所以耶稣是这段经文的应验。
就是即段经文，就是要应验耶稣已经成就，伊诚做咱互人开去台的油，拢无替伊家己讲任何半句话。愿上帝帮助咱，对安尼为了把握着机会，将耶稣传落去了。嘛，耶稣拍开了旧约，互人知影讲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就是指以赛亚，就是咱所信的耶稣基督。这为了个人的报道对咱的启示，对咱有啥物种的启示？这是一个真成功的报道，因为腓力，甲伊无共款种族，无共款阶级，无共款宗教的人传福音。伫即次的事件，太监真耐心听有关耶稣的事。上帝使咱有两项的恩赐第一就是咱手中的圣经。第二，就是你有法度拍开圣经去解说、去传讲、去应用圣经的真理，这是两项的恩赐。这位非洲的官员伊去耶路撒冷礼拜，了伊离开耶路撒冷城，圣经读袂晓，若无腓力的指引，伊可能早着真侪疑问，转去到伊原来国家。但是对于腓力会甲伊指导，伊亲信，伊领受这份福音。伫新约经典还未完成的时，伊信耶稣，伊嘛接受腓力的洗礼，成做基督徒。后来路加福音路加有描写这位太监欢欢喜喜转去到伊的国家。巴勒斯坦地区这该撒利亚教会主教约西比乌捌讲过一句话，讲这位太监转去到伊家己的国家，传讲家己所信的真理，所以伊嘛圣神帮助，这位太监将福音甲伊向非洲的内地传进去，非洲的内地甲伊传去。虽然传福音，咱学习啥？第一，看文化、看语言、看民族、看国家。咱真正的宣教师，无论是马雅各、李修，还是马街、巴克勒，才会对英国来、对加拿大的宣教师，因共款拢看出文化、语言、民族、国家。第五项就是你家己爱跨越你家己，你爱跨出你的舒适圈，进入到相异圈。你爱跨出迄个舒适家己的范围，进入迄个甲你无相款范围的所在，安尼才会当将福音来传开。我去参加即个团宣，团宣了就是每一个底选的人拢送一支视力架做纪念，因为你有迄种的经验，阮5个人，阮分享台湾的文化，阮跳台湾族的舞蹈，唱原住民的诗歌，哎呀，无共款文化的，无共款语言的，才会兄弟姊妹，因拢足好奇，因为从来无人遮尔努力将台湾的物件来传互伊。伫街路传福音，迄一排伫路边咧卖物件的，遮个婆婆妈妈，才差不多有20几个，敢若一个信耶稣那点，敢若一个讲，伊嘛是基督徒，伊嘛是教会人，去19岁你甲伊讲啥伊拢听，伊嘛拢讲真好奇，你是对台湾来的我用足无标准的语言。当地语言甲因传福音，我用足无标准，加在边仔有在地教会的人帮阮去解说，才会卖菜婆婆妈妈拢真阮这遮偏僻的所在，还有人对台湾来甲阮传福音，安尼是毋是阮即份礼物爱来领受？圣神的做工，咱毋免去担忧讲，咱迄个时阵有信主也无信主。当然，腓力传福音。这个太监有领受洗礼，
这是真好的结果。当然，咱咧传的是，伊若无法度马上信主，咱嘛有法度将福音的种子来落伫伊的心内。罗马书10章10甲咱讲，因为人的心内若相信就称义，嘴宣认就会得到救。咱来看主的非洲的歌，借着腓力个人的传道，互伊明白福音，更较更加相信耶稣。所以，阮去韩国传福音，遮的韩国的兄弟伊嘛来台湾传福音。阮有去，伊就有来啦。我们有去，他们就有来。这约略差不多7、8档前的相片。正边迄位查甫的，即马已经咧做兵啊。这利用寒假的时间，利用寒假的时间去到学校来甲伊分享耶稣，甲伊唱诗歌互认捌主。这个小朋友一班差不多25个，无一个是基督徒。小朋友甲小朋友传福音，这是上紧。这7、8档前这囡仔拢已经青年、青少年啦，有人已经读大学，这查甫的今年去做兵啊。所以，阮上帝帮助咱，这宣告就是你爱踏出你爱踏出你的舒适的范围，去甲你感觉真无方便的所在。所以有人听过耶稣，伊无捌，伊较毋捌耶稣真正捌耶稣。但是总有一天，圣神会带领咱去拄着需要耶稣的人。愿一日你会当把迄个时间，足侪人有摕过基甸会圣经，摕了咱放喺厝。但是有一日若个拄着，阮兜有迄基甸会圣经，有迄迷彩版的，若要去背着迄护理版的，若迄迷彩版的是对这做兵的人，嘛有迄学生版的，迄牛仔布，有迄个牛仔裤的布色做，迄就是要针对青少年。所以，阮上帝帮助咱，有一日你会拄着需要耶稣的人，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祝你找肯费力去传福音，把握机会，因为这位甘大基女王的财政官员是一位真重要的人。祝你过去嘛把握重要的人物。互阮周边的部落，若头目信主、头领信主，规个部落的人就信主。嘛看见阮周边的部落信主的比率真悬，我嘛爱需要伫平地来开拓、来开拓主你的福音，来帮助阮的族群来领受这份得救的福音。愿主使用帮助阮，互倒会当进入人的心，帮助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70首，恳求圣神感动阮心。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奉献，并用这书劳伊这书来书献。真欢喜哦！今日是爸爸节，咱的细囝吼也要来唱歌，来学罗上帝，嘛来庆祝爸爸节。咱请主持。
点，咱请所有的父亲咱起立，嘛请咱的同工来敬送父亲节咱教会贺礼。咱要客气吼，楼顶嘛有哦，3楼。来，当父亲的吼，请你，是叫你发展啊，叫你领买米。生活对这嘛有哦，台顶嘛有哦。大家拢有听到吼？好，咱做伙参加为着咱的父亲，咱同心来有祈祷。听堂的主安，感谢你，伫阮的家庭的中间，祝你赏赐每一个家庭，互因有老爸。恳求上帝赐福遮个辛苦着磨的父亲，保守因的身体，疼痛因，互因的年岁若增加，看到囡仔若长大欢喜，嘛，互遮个囡仔会当伫教会成长，亲像。遮主日学的细囝，教会参加主日学，这嘛是做老爸的心愿。有囝伊逝世，行伫信仰的道路顶面，互因无离开教会，无离开耶稣，无离开信仰。阮愿主你施恩帮助阮，互做老爸也阁有教导的恩赐来帮助遮个细囝，嘛阁较用。了解囡仔的心理来帮助现代的遮个细囝，嘛伫小主化的家庭的中间，求上帝你嘛疼惜，互年轻的家庭帮助因阮来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来报告，咱先来看周报第3页，今仔日的金句。我念一句，念一遍，请兄弟做伙来念2遍。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罗马书10章10节。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罗马书10章10节。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罗马书10章10节，迄个字汇表甲词汇表，咱家己详细看就可以吼。好来，咱掀开第4面本会消息。咱今仔日庆祝爸爸节吼，即个红包吼，咱会连续分2礼拜吼，咱莫代领啦吼。若准即礼拜无领着，咱后礼拜有出席咱甲过来领吼。第2点，本主日礼拜31点40伫2楼有迄个背金句的比赛吼，咱有报名要参加的，咱11点先伫教会厅先用餐。第3点，后礼拜是圣歌纪念主日，本会圣歌队要甲李春生纪念教会的圣歌队做伙来献诗吼。第4点，后礼拜下晡3点。南投教会要举办王圣权牧师的第9任王圣权就任第9任的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吼。咱有报名的若准未签名，因为咱爱伫迄个保险单即马拢爱亲自签名吼。若准有报名，但是你未签名的，咱等下会当伫迄个外口木生长老遐。吼，若无就是伫安琪遐，咱会记你去签吼，会记去签，咱今日来甲签名的名单送出去吼，因为即马保险真重要吼，一定爱亲自签名。好迄个第5点，咱国生牧师中会迄个教社部吼，要前往教会营地8月7日要参加活动吼。8月7日拜三祈祷会，为着温柔小组甲德行小组来祈祷。8月7、9拜六后礼拜，后礼拜是李春生教会，因是拜六就会来啦吼。拜六下晡开始，就甲咱的圣歌队有一个交流啦吼。暗时要伫遮做伙练歌，吼后礼拜日会伫遮做伙献诗吼。好，
好，第8点，咱今仔日的比赛吼，伫8月17吼，8月17的迄天吼，甲来颁奖吼，所以你今仔日会金句了后吼，伫8月17会记你出席来颁奖领奖啦吼。好，8月1712点半，咱伫3楼有定期的会议吼。若阵要请假的，请明典执事来请假。9月13吼，9月13咱2025年的中级同工领袖会吼，要伫埔里的水头山庄来举行啦吼。详细就是咱会当看内面的内容吼。11点咱的读经计划继续伫行吼。即摆已经到撒母耳吼，撒母耳是一本真好看的册吼。其实你拢咧写故事啦吼，像我这2天拢看撒母耳吼。拄开始对扫罗写甲大笔吼，拄啊伫即个过程啦吼，咱会当好好去看吼，到底即个历史的过程到底是安怎上帝会带领以色列人的王国的即个过程吼，撒母耳卷真好看吼，真精彩啦吼。好，管仔协会的消息，拢8月12有活动吼。9月24，因要去中华的中泉社区吼，要去参访啦吼。好，搁一个补充报告吼。今仔日礼拜后，咱迄个伫1楼遐有举办吼，有60罐的迄个药剂 Q 美啦吼。这是大将会长老吼，因翁仔某要将遮献互因所预备的要献互教会吼。1罐350，若3罐1000块吼，咱等下会当来买吼。好，团契消息的部分，双联团契吼，顶礼拜有聚会吼，真侪人参加吼。李医师有分享中风的防治吼。8月70吼，即换后礼拜吼，后礼拜有姚生执事的一个生活分享。8月20有因的做年会吼，年会。8月24伊甲妇女团契有一个圣经专讲吼，这咱家己会当详细看。好，妇女团契今仔日妇女团契有聚会吼，所以今日是戴亚丽长老吼，社青团契今仔日嘛有聚会吼。因的主题是伫患难中吼，咱也有望啦吼，大把变了后，咱要安怎去调整咱的心理吼。好，主日学的部分，8月23到24吼有夏令营，目前报名敢若是15个嘛吼，那就照安尼吼来准备啦吼，因即摆老师吼拢开始紧锣密鼓咧准备吼。9月27吼，就是讲因会去一个南宁天文馆吼来体验啦吼，详细咱家己会当详细看。兄弟团契逐礼拜拢有做伙读圣经吼。8月17有自餐吼，请团契去有致意吼。青少年团契嘛是8月17到聚会，主爱读经吼，咱继续伫读吼。好，搁来第6页，集体关怀吼，等下请牧师来带导吼。教界消息下面吼有下主日的迄个买迄个8月份的寿餐吼，即届牵伫即个所在吼，咱家己8月份的寿餐，咱家己对看卖吼，若准真正有落高去吼，咱一定爱做迄个词汇指示来做反应。好，搁来就是迄个奉献的部分吼，直接报告做领袖，若准有问题吼，甲找我本人来做更正吼。好，以上报告。今咱三个来祈祷，即届水灾来祈祷，予还袂停，求上帝开恩典的路。咱当心嘛，有着水里学夏令营会当顺利来祈祷，着咱所在遐身体欠亏还有姊妹。替因代祷，咱当心来祈祷。希望咧上帝，阮伫你面前，阮当心祈祷，阮为着受苦的肢体，受灾的教会，求上帝帮助。特别是瓦山的所在，土石流，
也是也是出入无方便，以及沿海地区地势较低所在做大水，求上帝疼惜。过去一礼拜，大雨大雨一时落一时停，求上帝帮助。有人死失，有人无细哩，雨水冲去，愿上帝你帮助。遮个受苦的人地级的家属，要找找因的亲人，求上帝你怜悯。这个雨水还袂停，求上帝你开恩典的路，恳求上帝你帮助。因为主你怎样透过那阿做大水的事，甲人定心立约，就是用这个坑来立约，无搁用大水来走遍土地。总是阮知这天气的变迁、气候的变化，阮一时反应袂嘛求上帝帮助。因为咱的灾难，阮日日以后，阮嘛是爱继续面对，求上帝帮助，帮助政府救灾，帮助所有遮个受灾人，遮个县市的政府，恳求主你引带阮的教会。今仔日看到遮小朋友因献诗、欢喜、学乐、吟诗、唱歌、赞美，祝福遮个小朋友，因有一个疼主的心、疼家庭的心，疼惜所有做老爸因的心欢喜。主你是阮引带，帮助阮8月底的夏令营，愿上帝你是阮遮个老师甲小朋友，保守阮。令主你恩调，伟俊兄弟，伊的遗族，特别甲伊的查某囝弟弟，安慰因的心，求上帝你心帮助，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起立，咱来行平安礼。好，来，咱搁唱一遍吼，来对头唱一遍。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好，咱来吟每遍的诗，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听咱真情。
心来领受上帝所。愿耶和华所保护恁，愿耶和华的面光照恁，施恩互恁。愿耶和华欢喜的面常常看顾恁，赏赐恁平安。阿门。请坐，要倒笔位。